兰扎耶梭哈，唵赞巴拉扎连扎呀吽。但是我们今天修财神啊，或者是任何时候修财神，我们都一定要知道，我们求的是不光是在世间的这个财，我们求的是根本上的福报。我们根本上的福报圆满到，我们就是有那个世俗的一圣一的有两种的这种修持的过程当中，就是圆满福德资粮以及圆满智慧资粮，要圆满两种资粮，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圆满福德资粮的情况下，那也很难能够可以圆满智慧资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都是说学佛的人有福报，那他的福报在哪里？不是说实践人所讲到的一样啊，实践的那种福报跟这些实践的那种金钱跟地位名声各个方面都是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那就经常在我们刚是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都是经常有很多很多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公众人物、大的人物的一些变化啊，对不对？前一年就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后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敬老的，那这种也是特别多嘛，对不对？前一年呢就很有怎么说呢，很有财富的，很有金钱的，那就是很多的大的那些怎么说呢，大公司的怎么说呢，那个董事长那些第二年的时候就变成一无所有的，这种在这个社会上多少啊？但是不是所有的都看得到的，我们就看得到的就是大的，就是从新闻里面看得到的那些，刚是那些的话，就是不用去参考什么佛陀所讲的佛经里面的过去的一些的这个怎么说呢故事，我们现实的可以看得到所谓的无常的存在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实践的金钱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的东西也并不是真正的能够可以救我们的，真正的能救我们的就是佛法。佛法的根本，我们就是要证悟的部分是什么呢？无我。达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所谓的痛苦了，对不对？然后就没有怎么说呢，痛苦的话，那很好嘛，对不对？但是怎么样的才是会解决所有的痛苦啊？根本是很重要，根本是什么呢？我执，都是说我，那这个我怎么样的去放下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很多的道理上方面可以讲，我们就是可以在这个从讲到佛法的空性，从人的空性以及法的空性，这两者的空性的那个空性学习的方法是有很多的经典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理论都很好，但是如果是从最简单的去看，那我们现实的在实践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无常就很清楚，那我们就一定要知道我们太执着也没有太大的用，对不对？当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需要生活所以人太穷了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过去的就是一个比丘者的他的故事，他呢就是有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就是太富有了就是他出家了，没有人继承王位，所以就他没有办法出家，本来很想出家，但是他呢就是有各种因缘，他都没有办法出家。他没有办法出家的原因呢，因为他出生的家庭太富有了，所以他必须得要继承王位，所以呢他就没有能够获得出家的这个愿望。然后但是他这样的事情是在他自己的那一生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他呢就是主要是穷就可以出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乞丐呢，就是一无所有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乞丐，在路上
讨饭的时候，他就想，很奇怪啊，他这么穷，为什么不出家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出家的条件啊，那他为什么不去出家呢？他是这样想，然后最后他去问他，你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家庭也没有，对象也没有，金钱也没有，连就是这一顿饭吃好了，就下一顿饭也没有，在哪里都没有，不知道。那他就问说：“你有这么好的条件，你为什么不去出家呢？”他回答就是说：“我出家要买那些生衣呀，然后钵啊，然后杖啊，那些出家用的那些法器，要买请这些的钱我都没有啊。”我穷到不行，所以就也没有办法出家。那这个我这样一讲，这个故事我们现实的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嘛，对不对？我在这里也问过一些人为什么不出家，他们说没有办法，太穷了，没有办法，不工作的话就是活不下去啊。那有没有这种人？台湾的社会里面会不会有啊？有吗？有还是没有啊？大声一点。有是吧？对，就是这样。所以呢，那比如说在台湾有很多富有的人，他们的怎么说呢？一个很多那个怎么说呢？大的公司的领导，就是有些那些或者是那个大的官员的那些儿子，领导们的儿子，他们有没有条件可以出家？也不行嘛。要继承家业嘛，对不对？对。所以没有办法出家嘛，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他就这样一讲的时候，那个王子就想，那他就好，那刚好我呢今生想要出家，但是我太富有了，因为家庭的情况，我就没有办法去出家。所以这样的话，你先去出家，我帮你怎么说呢？作为公的主，我护持你需要的这个出家用品啊，什么各个方面。那他们那个打上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共同的这个什么？那个共识，打上了共识，所以另一个人送去出家。那个时候佛陀还在的时候，他修持观想，他就修持进修，就获得罗汉果位的，那一生得到了罗汉果位。那得到罗汉果位是什么？就是一种证悟嘛，证悟到罗汉果位。那就是断除一切烦恼，是怎么修的？那他当然就是需要过程嘛，对不对？一出家就马上断除一切烦恼是不可能的嘛。但是他就是只有出家完了以后，他只有修行，没有其他要做的任何事情。因为什么呢？他所用的所有的东西有另外一个人供养，那他就好好的修持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出家，也没有条件出家的时候，那比如说有家庭的人也不能出家那么然后就是有那个大的事业的人也不能出家，然后就是有些又要照顾老人家，然后就不得没有自己的那个工作的那些人也是不能出家，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就不能出家的人很多嘛，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要看到出家人做一点的供养，然后就是看诸位的这些出家人，尤其是越熟悉的出家人，越不想供养，那种是不太对的。那是所有的人很正常的一个行为。原因是什么呢？越熟悉的出家人了解他的一些行为啊，什么各种各样，但这个不是你要去了解的东西，这个不是你要去管的东西他能够管他自己的话最好，但是你不用去管他。你如果是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出家人，他如果是一个出家人，他的行为各个方面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也是你可以做得到供养他护持他的话，你是一样的有福报的那么就是因为那个出家人他修的好与不好，这些清净不清净，这些不是不是你说的怎么说呢？不是你，也许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呢，就是能够可以做一点的供养，这些的话，这是非常好的。
上街来叫声救我，去来叫声救我，天堂来叫声救我。